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有咱搁一届伫圣灵当中，咱来甲伊相交同在。即摆请咱安静阮的心，邀请信心即摆就甲咱同在，求信心即摆甲咱同在。我们邀请兄弟姊妹将你的手机啊，甲关起来，还是甲伊关做静音，无互伊搅了咱聚会的定数，甲聚会的心，咱做伙来邀请信心。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信心啊，求你即摆甲阮同在。哈利路亚。信心请你来，充满我的心，万万来亲近你，更加你爱你，信心请。头前道路所面对的挑战，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开声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来我你，因为是你看的我的主，主啊，多谢你，多谢你这时跟我同在。哈利路亚，主啊，我你，因为你做阮随时帮助甲撇来所。投靠你的人拢是有好的，我袂尊重你圣灵教育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为着咱过去这礼拜所犯的罪过，咱来献上咱的祈祷，求主赦免，阮时时来得罪你，不管是有显现的，还是无显现的，主啊，阮一心来献上阮的认罪。求你来帮助阮，求你来告诉阮，求你来。
洗清我的罪过，咱做伙开声来认罪悔改。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看顾咱。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爱起源归于你。啊，毋过阮常常得罪你，伫个无知当中来得罪你，求主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帮助阮脱离逼真的代志。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成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求信心会当见证阮，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阮安尼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们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富强教会。和富强教会是一间传福音、学习主样式，兄弟姊妹当和睦相处，彼此接纳，和富强教会成做平安教会，成做社区的亮光，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那么为着牧者中一同工，每一位会友来祈祷。大家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阮的主，领受主的恩典。嘛为着富强教会各个家庭、甲病痛中的遗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今日是母亲节，咱为着咱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咱献上咱的祈祷，互因每一天拢是快乐的，互因每一天拢是喜乐的，互因每一天拢是平安欢喜。咱做伙开声，为着这几项的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教会是你所祝福的教会，是一间传福音的教会。主啊，求你时时互阮来发誓有你的名，用性命来更新，用性命来帮助所有的人。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的主，你祝福阮富强教会会当成做社区的亮光，祝福的管道。主，感谢你，阮为着阮的牧者团队每一位会友，咱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求你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来时时来敬拜你，领受你的满满祝福甲恩典。主啊，我嘛为着有富强教会所有的病痛中的遗体，我献上我的祈祷，求你来帮助因、医治因心灵软弱的主啊，求你来攻击阮的心情，病痛的求你来医治。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我等你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你，求你一世路讲三卡平安。深深请你来，充满我的心，万万来亲近你，更加的把你，深深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
兴台湾正教会，会当真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来祈祷。嘛为着台湾的平安、经济、社会和谐，即种正甲两岸和平的相处，咱献上咱的祈祷。那么为着咱家己愿意回应，神主呼召咱真做伊当用的器皿，真做伊会当使用的器皿，咱献上咱的祈祷。嘛求主复兴台湾正教会，真做台湾百姓祝福。嘛为着牧师两堂讲道的信息，甲所有好势同工，咱开声做伙来祈祷，咱同心学路来祈祷。主啊，你是的主，你掌管万有世界一切。主啊，就台湾这个土地，我完全献上我的感谢。求你来保守看好台湾这个土地，将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土地，会当救赎阮所有的人。阮知影台湾济的百姓供应阮你。主啊，求你来互因来认识你，来跟着你，主感谢你。啊，为着牧师这两堂的讲道的信息，阮献上阮的祈祷，求主来保守牧师今日所讲道的信息，会当感动阮所会友的心，互阮会当接着这济理念，互阮各一届提升阮家己，互阮。用中家己，不管是身体、咱的心智，主啊，感谢我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我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邀请会众，阮做伙起立，咱来敬拜咱的上帝，主，咱一时嘛甲咱同在，哈利路亚。星星，请你来，将我的心，万万来亲近你，敬甲你拜你，星星，请。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欢喜学罗咱的主，欢喜咱今日主这伫宝座前，咱来敬拜咱的主，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我做一件爱，心的主你甲我同在。
把空背手。每首歌来学了上帝奇妙的听，我每首歌来学了上帝至圣的名，我每首歌来学了耶稣无比的名，我每首歌来学了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你落的大海，我的手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的手歌无人知。我的手歌来学了信实。我每首歌来学了信心管灵的名，我每首歌来学了三位的上帝，我每首歌来学了全年全地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你落的。我的手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的手歌无人知。主啊，我要到你的面前，唱歌学到你，因为我要宣扬主你的听，主你奇妙的听，主你至圣的名，耶稣基督的恩典。尊贵的名，互正世界所有的人拢知。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通过今仔日，我要来为着妈妈来献上感恩的祭，所以阮虔诚到伫你面前，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心里上帝的听。阮通对妈妈的身上看见你恩典的记号。爸上帝啊，愿你赐福今仔日伫逐所在。为着妈妈来献上感谢的每一个人，每一间的教会，互阮搁变对心底领受着满满温暖、激励、祝福，也将荣耀归于主，赞美归于主。阮感谢你，互阮2场的礼拜，通过敬拜学乐，看见上帝你的听，你的祝福伫阮众人的中间。感谢你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有缘徛地，咱来坐念新的诫命，来明白主的教示。大家坐下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做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正了解是专有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请坐。那个补假给我。兄弟姊妹平安。哇，今仔日是咱的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咱。伫即个进行下面的评述吼，牧师甲咱做一个报告。咱今仔日为着妈妈来献上感谢，才祝福。上时伫讲道后，咱有即个月咱的即个异地的祈祷甲祝福的祈祷，意思是咱兄弟姊妹，你有肉体的病痛，还是你有心灵上的软弱甲跨路需要代祷的，欢迎等下祈祷后，咱大家做来头前，请咱的。侍奉者、代祷者，咱的这个敬拜团，人备办来配合。上时今仔日是母亲节吼，咱若毋茫讲，我做妈妈要受祝福，嘛会当到头前来，意思讲我是一个妈妈要受祝福，诚做一个有上帝恩典的老母，也会当到头前做伙来服侍祈祷。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
刻印，请看刻印文第37篇，我来刻，恁来印。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心善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有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阮来亲近朝见你。阮早前毋捌你，常常伫罪恶痛苦中间，你悠然为阮顶十字架，受极大的苦痛，用你家己为阮付出救赎的代价，互阮因为用信心，多多倚靠你，会当互上帝称作义。主啊，阮感谢阿罗你，阮相信你不只是救赎的主，阁是听阮的主。阮将一切的挂虑伫基督中来交托，求你来帮赞，引带阮对你来行。阮要拍开心门，求你当降临，做王掌管阮的心，用你真理的大光来光照阮，互阮因为明捌你的真理得到自由。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得到顶头生。因为你，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稳定甲祝福。你对每一个人拢有你美好的旨意。阮所领受的恩惠甲才能，是你交代阮管理的。求你带领阮，成做你尽忠的好管家。为着你的旨意伫行，求你用信息、关灵扶持阮，使阮有气力，较赢试炼，互阮顺全亲像你，将一切荣耀归予你。今仔日是国际母亲节，特别求你恩待在座所有的妈妈、阿嬷，互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嘛互因的信仰成做囝儿孙一生上水的祝福。阮献上所有的感恩、懊恼、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享受上帝的话，三角来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两位，头一位记伫诗篇128篇第1到第4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肚，亲像橄榄栽。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第二位记伫箴言31篇第10节，有才德的妇人世人会找会到，伊的价值大超过珠宝。28到30节。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讲妇人好德行的真多，毋过你上好。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
敬畏上主的福人人会得到福乐。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接着，请主理学古水的老师甲囡仔来献诗，献诗煞请夏牧师讲道。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敬虔母亲，家庭堡垒。
咱的小朋友哈，要用这个康乃馨花来送给每一个妈妈。咱若较中的吼，行较头边仔来甲摕哈，来，来，每个妈妈都要花告哦哈。来看哪一个妈妈还没拿到的小朋友，好，那个虎夹那个。还未摕到的妈妈举手一下，用一个手，甲小朋友讨；还未摕到，甲小朋友讨来。今日姊妹大家好，平安。咱看到小朋友唱着轻松快乐的诗歌，对这每一个妈妈来献上祝福哈。咱嘛先甲隔壁，才会做妈妈的阿嬷的，甲伊祝福讲母亲节快乐，来甲隔壁祝福一下哈。感谢主哈，这是每一年咱感觉上温暖的时刻，咱对老母的疼，用敬拜上帝来献上感谢哈，献上感谢。咱这可爱小朋友哈，还搁咧找妈妈举手，有的还没拿到的妈妈举手一个，也手一个，讲我要，安尼哈，因为这是你应得的祝福哈，来妈妈哈。好，若有诶煞别位无摕到，等下甲咱的同工摕就好啦哈，这是一个心意哈。好，咱下面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互相来勉励，咱先来祈祷。听人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今仔日这个温暖美好的日子，是阮逐个人对心底拢有一位伟大的老母要来感谢。有诶可能已经转去到天顶啊，但是阮少年的心拢无减。有诶妈妈伫阮的身躯边，阮用行动、用听的表示来对因感谢。也有诶妈妈无甲阮带做伙，带伫无共位，阮以阮少年因，因为上帝你的疼，互阮感受到老母的疼。阮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三甲来学习，知影。主你恩典通过老母，互阮伫世间会通搁较水、搁较美好。愿主你话成就阮的激励帮赞，对老母、对阮每一个做囝儿的，拢白白得到祝福。我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姊妹，咱今日要三甲分享的话主题是敬畏上主的老母，敬畏的老母伊带来一个。家庭坚固的堡垒，咱小等来复习这个经赞吼。咱通讲，伫这个诗篇128篇内面所咧讲的，虽然毋是专门写老母，其实就是爸母吼。伊讲敬畏上主的母亲会得到什么款的恩典？敬畏上主，咱听起来讲足空洞的一个，算讲一个词哪定吼，可能一个较抽象的。其实敬畏意思是照上帝话甲教示咧行的是大人，照上帝的真理咧行的爸母，会得到什么恩典呢？第128篇内面有讲起，讲敬畏上主、遵行伊命令的人，我呢啊有福气。吼，讲敬畏上主的人，遮尔有福气。什么福气呢？
会当分这经节内底分几啊项。第一项就是凡事拢真兴盛、即兴旺的就对啦吼。伊讲你会当食你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但中文的圣经是讲，你努力来得到你够野的食物，你会快乐，会万事亨通。这敢是世间人，逐个人拢需要、拢咧追求的。诗篇的诗人甲咱讲，你若敬畏上帝，你就有；敬畏上帝，你咧人生的追求就无搁再有困难。因为你照上帝话甲教示来行，最困难的事你会排除，最烦恼你会消除，最恩典是你看袂到的，伫你的心上来产生。这是第一件，讲凡事拢兴盛，你要得到幸福安尼。第二件是讲你的家庭嘛，共款得到兴旺。伊讲母亲就是咧讲老母吼，太太某囝伫家内亲像结水累累的葡萄树，讲你的儿女亲像围伫你的岛的橄榄栽，吼。128篇的30，你的某伫你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岛亲像橄榄栽。这是在描述一张图画啦。这个图画是讲，哇，内面咧非常的闹热吼，囝儿孙兴旺，所以足快乐、足欢喜的。是啊，咱每一个节期、每一个节日，咱的子孙也是咱外地的亲人，拢会倒转来，就是要经验到迄个围雷吼，这个岛亲像橄榄栽迄款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家庭兴旺一个象征啦，吼，一个象征。较毋是咧讲有偌侪好食的食物，有偌侪丰盛的装摊甲设备，是因为当你围雷的时阵，迄是上大的福气甲财富。围雷伫你的身躯边，你的岛边，亲像橄榄栽吼。结结实累累的葡萄树，就是讲生团济济。这是原始旧约开始对阿伯拉罕上帝所予咱世间人上大的祝福。感谢主，兄弟姊妹，咱若通过这个知影讲，敬畏上主所带来恩典有这两类啦。咱若搁看见箴言的31章10节甲28甲30内面，咧讲起着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迄个贤惠有才德的妇人人，讲伊的价值赢过珠宝。咱世间人都感觉珠宝是足珍贵的吼。最近世界迄金的迄个介绍安尼起甲。足侪人讲咧抢金条啦，抢金的财宝啦，想要累积你的财宝。但是圣经讲吼，有才德有温顺、有贤惠的妇人人，赢过遐个金就对啦，赢过遮个珠宝。有啥物款的影响呢？第一个影响是讲，伊讲伊的儿女敬爱伊，伊的丈夫称赞伊，贤惠的女子袂少，但是你超过因。台湾话的圣经是安尼讲。讲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安尼。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疼的家庭所产生起来一个氛围啦，吼，互相祝福、感恩、互相学乐。讲贤惠女子袂少，但是你超过因。咱听过一句传统的俗语讲：情人眼里出西施啦。每一个家庭内底，这个妈妈拢是世界上伟大，因为较伟大的妈妈对你无直接的影响啊。伫你面前，这个妈妈就是上宝贵的，敢毋是？所以这是讲贤惠的女子袂少，你赢过因，就是安尼。因为亲身经历到的这个老母的疼，这是上真实的，这是上感受的。第二，伊咧讲起一个世间人的价值啦，吼，31章的30讲，那台湾话圣经是安尼讲，讲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学乐。即句话可能有个人会感觉讲，研究，我妆足水，面貌吼，化妆足好看，敢无好吗？伊毋是咧否定歹啦，伊是咧讲，遮个有可能是暂时的。有能是有限的，所以
敬畏上帝，搁较爱受恶乐。所以咱嘛知影，咱才会做事岁。妈妈少年的时阵，安尼水，啊搁安尼美貌，但是为着饲囝、顾囝，啊慢慢年老啊，身材变化。你敢会感觉讲啊，我的妈妈吼，少年时代迄个水，啊是上水的。其实是老母年岁愈多，面皮愈裂，你伫心中的感恩是愈大。啊，这就是表示讲，美貌啊、美容、娇艳，这个拢是一个外表，但是对心底敬畏上帝，迄个水，迄个水是赢过外表的水。啊，所以这个若追求外表的水，啊，但心内无敬畏。这个是暂时随时会过去，啊，所以白话字的圣经讲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负责人会得到福乐，会得到福乐。兄弟姊妹，基督徒在追求一位敬畏上主、敬畏上帝的老母，是因为咱看透万事，咱知影世间在追求的价值，有时是一个暂时的虚空的。啊，所以基督徒的妈妈，咱做上帝囝儿的，伊讲敬畏上主的家庭是安尼，啊，敬畏上主的老母有在地的负责人是安尼，拢有真水的话在甲咱做勉励。啊，这个勉励是表示讲，咱无互世间的价值来影响到咱敬畏上帝，做优先，好受恶乐、受肯定。美国的总统林肯，这个出名的总统，伟大的总统，伊讲。人若有一位敬虔的老母，就无算丧香啦。人若有一位敬畏上帝的老母，就无算丧香。意思讲有可能世间的财富无啥够，我的厝里也无介丰盛，但是我有一位敬虔的老母，我就是好嘢就对，我就是好嘢。啊，所以敬虔的老母，有人家描述讲，亲像圣神保惠师的天使安尼。啊，咱知圣神看袂到。啊，保惠师就是要保护咱世间人，指导咱世间人，啊，教咱人物智慧啊。老母亲像这款的身份，因为真正的智慧对上帝、敬畏上帝来，所以就为敬畏上帝的老母，伊会将这个敬畏的心传予囝儿孙。啊，因呢会感受到迄个智慧，迄个智慧唔是对人所来，唔是知识，是对上帝所来。啊，因为你是用敬畏去带囝孙对上帝哈。啊，所以你也同款的得到这个智慧。我有看见咱伫较早台中中孝路教会退休的牧师王武松牧师，伊写一篇见证。伊讲我足感谢、足感恩的，就对啊。伊讲我有敬畏上帝的父母，啊，因住伫庄脚，也毋是受介悬的教育，但是呢，因祈祷的生活，迄个形象，对细汉开始就放伫伊的心啦。讲因的祈祷也成做我一生服侍上大支持的规律，嘛而且真侪囝儿孙的祝福。啊，这个王武松牧师伫台中中孝路教会啊，甲一间教会安尼牧养啊，非常的强盛吼，是上千人的教会啦。啊，伊咧做见证，伊佫讲，伊住伫庄脚的老爸吼，每一日透早，伊有一个。就即个王武松牧师一个小弟，啊，伫台北伫工作生活，啊，有2个孙啊，就是即个伊个小弟的囡仔。讲即个阿公吼，每一日透早6点敲电话去台北做闹钟啦，甲囡仔叫起来，甲伊的孙叫起来，啊，然后讲为着因祈祷，直到上大学为止安尼。伊讲因为阿公每一日的祝福祈祷，互即2个孙啊领受极大的恩典，并且。证了这个服侍人、服侍上帝的宗旨。伊讲这2个孙啊，伊的小弟少年时代无受悬的教育，无亲像这个王武松牧师，伊接受到这个新学的教育做牧师，啊是一个普通的打拼工作的人。但这2个孙啊吼，讲大汉孙啊，有上帝祝福，有敬虔的心，后来。受到教育部甲伊公费去出国留学，后来因为成绩非常的好，啊，所以伫美国出名一间大学叫做芝加哥大学
伊心理研究中心做主任。啊，因就是专门咧研究一寡教育政策，互政府来使用。啊，一位庄卡出身的少年囡仔，去到外国得到美国的重用。第二个孙讲，伊毋是足爱读册，也毋是足够读册，但是伊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少年时代就决志要献身予上帝。当伊决志献身的时阵，伊当时去读迄个。咱遮关岛有一间基督教学院，伊伫遐原来是成绩无好，但是毕业的时阵却是全班上第一名出业的。伊就献身来做牧师，常常带因的青年去到即个非洲伫遐宣教。伊咧讲即个见证的意思是讲，因的家庭也毋是讲偌大偌丰盛的即个背景啦，讲。有家世真好，但是因为有一位敬虔的阿公阿嬷为着子孙来祈祷，上帝就祝福伫即个家庭的中间。事实讲到遮，我嘛感受到讲，咱讲逐人的老母拢上伟大，我嘛感觉我的老母是上伟大。对细汉开始，老母每一日的祈祷，真侪我上大的快乐。虽然祈祷事也毋是讲我尔啊丰富，我尔啊水，我尔啊好。但是我会记得老母伫细汉的时阵，教阮要困的时的祈祷，也是食饭的祈祷。迄种祈祷词到今仔日还阁伫我的心内，有时拢会脱口而出啦，拢会讲出来。我知影有的兄弟有的同工咧带祈祷的时讲，拢会讲细囝，细囝对你祈祷。即个是对老母的时代，囡仔时代就甲你教讲细囝向上帝恳求。你到大人你嘛是讲细囝。这是即个老母所互你的一个影响。所以迄个感恩就是讲无法形容，就是知影讲后壁有一个快乐伫你的身躯边。虽然我做牧师在侍奉，无亲像为人咧做事业，安尼起落落真大的冲击啦，但是伫咧牧养的过程中间，我嘛感受到老母替我的祈祷，互我感受到讲有迄个信心，知影上帝会甲我同在安尼。兄弟姊妹，现在咱会伫母亲节特别来强调老母，老爸敢袂食醋？世间无人讲咧庆祝老母、学老老母，老爸讲安尼拢恁咧讲老母，我拢无好用。这就是一个真特别的事啦。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老母伊的特质，老爸是袂当代替的。所以咱安尼高估老母老爸嘛甘愿讲对啦，有你是因为上帝有特别的恩典伫老母的身上。有一个研究讲儿甲老母中间有一个即个母亲的形象即个字走起来就是印痕有一个印痕英文有出来，伊讲 imprinting 的意思讲。好像老母有一个无形的印甲挡伫囡仔的身上，挡伫囡仔的身上。这个印痕照专家的研究讲安那呢？亲像这个幼稚的这个幼小的动物出世了后，伊会固定伊第一个学习到的、目睭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老母就是上至亲的嘛。伊讲永远会留伫这个动物的身上袂消失，而且军队这个目标，才有这个印象。你这个话的意思是甚么呢？就是印魂这款的现象，当老母把囝儿生落来，囡仔伫老母的形情，老母讲的话，老母的喘气，老母的味，老母的所有的作为，伫囡仔开始咧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伊就印伫伊的身上。所以老母留落好的印痕，这个囡仔就真正有一个水、一个美好的这个装备甲造就。所以婴儿甲老母照着这个印痕的作用 ，imprinting 的作用，讲儿以后的行为，无论是模仿，还是对声音、色彩、形象、刺激所产生的反应，拢是用老母做第一印象。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老母是安那遐重要，因为你用什么形象互你的囡仔，你的囡仔后来就变成安尼。一个
敬畏上帝的老母，一个疼的老母，一个温柔的老母，带来互囡仔也共款学到这个美好的形象，到伫一生的中间。啊，所以有一位英国的教育家叫做 George Herbert， 这个人，伊讲有一位良好的老母赢过100个老师。咱伫社会拢常常有一个颠倒病的想法，讲啊，我都生落来，啊，我不晓教啦，啊，你送互老师教，吼，啊，送互遐幼儿机构教，讲你甲我教安尼。但是，这教育专家讲吼，老母吼会当赢过100个老师，迄个印痕的作用。迄个行为、迄个指导、迄个囡仔对老母的疼，会当影响上介大，赢过100个老师。因为好的老母会照着迄个印痕的作用，将敬虔的信仰传予下一代。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相甲学习，咱谁啦要高举老母，是因为这款特质对老母生囝这项事就完全无别人会当代替。伫咧中国的古字吼，即个古字吼，有写女人的女吼，啊有人研究即个字的演变啦吼，啊老母带来美好的生命的幸福，对即个文字内底也当看出吼。讲即个女吼，迄是甲骨文写的吼，即个字看到你看袂出即字是女啦，但是啊啦，伊讲伊咧描述古早吼，啊妇女拢会跪伫迄个。迄个涂骹也是跪伫床顶，伊毋是咧跪是个迄个委屈哦，毋是，伊是讲女人跪落迄种温柔的形象，即女吼用安尼来甲伊表示啦吼，讲就是跪的迄个形象，因为古早人就是席地而坐嘛，较早可能无桌啊无椅啊，做妇女就跪的迄种温柔的形象，就是女的来源啦。但是讲老母呢，是对女之字所演变来。老母吼，都拄则迄字加2点，吼啊人咧研究讲是安怎加2点，原来伊就是咧讲老母饲奶啦，饲囡仔饲奶2点安尼吼，来表示老母的奶啊用饲囡仔来做老母的象征。啊，所以咱遮个咧做老爸，你无啥物人苛刻，因为这个老母有啦，你都无啊，啊你都无啊，啊所以无就是独尊嘛，独尊老母嘛。啊，所以这里老母吼，现代字嘛是2点嘛，啊，所以原始的字是安尼来。啊，当一个囡仔还袂晓甲老母讲话时，已经知影甲老母伸手，这无人教，伊伸手，为着老母伸去双手是人类表达感情上初、上基本、上初始的功能，因为。你知影这老母是生你的，是疼你的，你也袂晓表达，你就会晓伸手要来抱老母来抱安尼吼。兄弟姊妹，咱也听见一句真出名的古早希伯来话啦，吼希伯来语。希伯来的些俗语讲，上帝袂当分身到大个家庭去，所以伊创造老母。我感觉讲安尼说社会人误会讲，啊上帝毋是全能的吗？啊是啊上帝袂当去到大个家庭。所以我感觉现代的解释应该是安尼解释，会较平凡啦。伊讲呐，上帝要互大家家庭拢了解伊的疼，上帝要人知影讲啊，这个上帝的疼是安尼，啊，就派老母去每一个家庭，伊创造真侪老母。所以某一个意思，咱嘛会使讲，老母就是学习亲像主耶稣道成肉体呢。咱知耶稣道成肉体是要见证上帝恩典救恩嘛。所以来到世间，互咱看到伊、听到伊的教导，听到伊讲譬如，听到伊的教训。事实，那照这个意思来讲，上帝互老母道成肉体，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心中，所以要互大家人较容易了解上帝的疼，所以派老母伫每一个家庭，因为老母。带着上帝予伊迄个奇妙的能力啦！我讲奇妙的能力就是讲，几乎是神迹啊！啊，讲神迹，大家误会，意思讲老母的能力吼，是超过一般的人所会当理解的。啊，你我大家拢是平凡的人，敢毋是？你嘛是你罪人，我嘛是罪人。但是，敢若有老母这个形象，上帝予伊特别的等于超能力的意思。
啊，所以，互养育儿女诚做世间上奇妙的光景，互世间人所赞叹的代志安尼。意思是讲，老母的真侪角色，伊有独特性，无人会当代替，无人代替。啊，这是上帝创造的奥妙。有时咱要看一寡科幻的电影啦，吼，讲有一个国是女人国，啊，迄女人拢是足勇的剑士安尼，啊，换查甫人是奴才安尼就对啦吼。啊，因为着要传后一代吼，安怎呢？因无迄个结婚的礼数，就是互老母有怀胎嘛吼，啊，用迄个精子卵子结合啊，放伫老母啊生落来。啊，有国家专门咧甲饲着对啦，专门咧甲饲这囡仔，用上好的条件甲饲安尼。但是即款科幻的故事小说吼，伊疏忽一项，因为你用上好的，比如囡仔育婴中心也好，照顾也好，拢袂当代替老母，伊迄印痕的作用，伫老母的身上，上帝已经甲这独特的形象予伊啊！啊，所以用世间上好的设备、上好的这个机构来栽培囡仔，较毋达到一个老母。安尼可能大家开始咧饲囡仔，安尼哩哩啦啦无啥好势，但是都是上水的，是上好的。兄弟姊妹，老母互人认为是上界崇高伟大吼，就是讲，一般咧称呼有一款的表扬，伊讲是。所有的情感关系中间上界神圣的，因为老母有迄个利他无自私的特质。利他就是讲老母吼为着囝吼，逐项拢拼命落去啊！啊，无通食嘛，要拼甲有通食互囡仔。啊，世间遮的老母为着救囡仔，为着帮忙囡仔，迄款的故事是侪甲互人算袂了。因为伫老母的生命内底。不但咱看到上帝疼的基因呐，毋那是看到上帝疼的基因，而且老母也扮演亲像圣神的角色。怎啊叫做圣神的角色呢？因为伊会当通过怀孕来生育，伊是生命养育者，啊，这是一个奇妙，这是上帝奇妙恩典，所以亲像圣神的开力。而且老母对一个怀胎，啊，然后生囝，所以老母的职责毋只干那是负责生啦，吼，养育是更较重要。啊，所以老母有生育能力，这是真上帝奇妙的创造。但是迄个养育，就是上帝予咱的责任。啊，所以啊，咱嘛知影讲，饲的较赢生，吼，种要饲比生的更较重要。啊，所以一个人的养育的过程比生更较困难，因为内底充满着变数，时间嘛足长。兄弟姊妹，咱若要搁讲，咱咧感恩上帝通过老母的疼，事实主耶稣基督迄个牺牲的疼，上普遍会当伫老母的身上来展现出来。老母为着囡仔，每时无困，为着囡仔操劳烦恼。啊，为着囡仔祈祷交托，遮个事吼，你若甲算起来吼，算袂了。遐个故事嘛算袂了。啊，所以有人讲母爱受来形容讲是疼的上悬的层次。伫世间看会到的疼，就是老母的疼。啊，形容讲亲像上帝的疼安尼。啊，遮个故事真多。伫10几年前吼，伫四川。有一个所在叫做攀枝花发生地震，亲像咱043403迄天的发生的地震，非常的严重。啊，救援队吼，伫迄途中来挖出2位罹难者啦，罹难者。啊，罹难者当然是足哀伤、足可怜的。啊，毋过因讲对伫即个罹难者的姿势，好像一个老母。咧为着揽伊的囡仔，啊对囡仔后壁甲揽掉的，啊伫咧救灾的过程中间，一位记者甲伊翕一张相起来，啊大家对这张相感觉讲啊，虽然是哀伤，但是感觉讲，哎呀，这个老母的伟大，
会当对这张相片来看出来。啊，所以伫迄年吼，这张相片成做一个安尼当时的迄个得最佳摄影就对啦。吼，特别是迄个现场的灾难摄影。啊，这张相片是安尼，这救灾人员用手甲头捂起来，这老母拍伫囡仔的身上蓝调调。虽然袂当救着囡仔的命，但是迄款行动、迄款动作，就知影伊愿意为着囝儿来牺牲。啊，所以这张相片讲当时伫中国吼的相片，啊，互人看作是上该感动人吼，看到心拢会唔甘迄种的相片。啊，即个囡仔虽然爸母拢老母甲囡仔拢无去，但是即款的疼，互人感受到。事实几日前，咱改成伫中部发生一个火灾。啊，这火灾吼，就是讲发火足紧的啊，是大人已经走出来啊吼，后来看讲，哎哟，搁一个囡仔伫内底啦。啊，这个老爸当搁撞入去要救这个囡仔，后来真可惜。即个老爸甲囡仔伫迄个房内，改成伫迄个疫境啊倒位啊，无迄当走出来。啊，即款代志，咱感觉足毋甘、足遗憾，但是那么常常发生。因为老母未顾虑家己的危险，老爸无顾虑家己危险，为着要救家己的囝儿，这是本能，迄叫做本能。本能的意思是讲无咧想济啦，就干那我应该安尼做，死嘛甘愿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来高举老母，是因为上帝互咱对老母看见伊的疼。啊，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是孝敬爸母，来成就生命的美好。我意思讲，圣经教咱都爱救孝爸母，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是安那要孝敬爸母，这个足重要。有人讲啊，我无需要啊，是安那都爱来。啊是讲爸母对我无一定介好啊。伫教育的过程中间有伤害啊，但是安那讲爱友好爸母，圣经内底安尼讲，以弗所书6章20，咱顶礼拜嘛有读到，伊讲都爱孝敬爸母，你就事事亨通，伫世上享受长寿寿。伊讲这个是上帝所学乐啊，所命令的事，这是第一条带着应允的概念。上帝是安那伫伊的创造内底，除了讲你都爱敬畏上帝、敬拜独一的真神以外，就是讲你爱孝敬爸母。迄甲咱拄则所讲的讲，上帝通过老母要互人经历到上帝的疼。啊，那安尼孝敬爸母，就是其实就是咧敬畏上帝。咱讲敬畏上帝的老爸母，会带来亨通嘛？换咱孝敬爸母、友好爸母，就是咧敬畏上帝。这是两个同款的循环吼。所以咱讲孝敬是咧成就迄个母爱完整的来回啦。好，咱社会有一句话讲回向，有无？迄爱的回向啊，老母会疼互你，啊你若无回倒转来，好像你的生命欠一角，而且是足大角的。啊，所以敬畏上帝、孝敬爸母，是互我自我迄个生命成熟甲完整。当然，友好爸母有各种的方式啦。现代无一个标准讲你着安尼做才是友好，但是互老母感受到心内温暖，知影你的心内有伊，这是上基本的。讲这个孝敬，意思讲毋是一个义务，也是讲一个责任，也是讲上帝都要求你安尼做，是因为你要完整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较充实，感觉人生安尼就有限啊啦，无遗憾啊。啊，这是上基本上重要，互你的生命完整。所以咱若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伊的事业较安怎成功，安怎辉煌，世间的名声安尼遐尼偌大，但是若无友好，伊的成就就是无完整的，是有缺陷的。所以咱嘛看见社会吼，有一咱真特别的现象，较早较济，即嘛较少去啊。就是讲有迄个安尼事业做得足大的人，啊，伊有友好爸母，咱毋知啦，但是吼。若拄着四大人的丧礼，就办啊大哦，大啊，请迄什么孝女的孝女团啊，什么团都摆啊场面足大就对啦。安尼，伊是要互人知影讲，我毋若事业成功呢，社会有地位，你看我偌友好的安尼。安尼表示啥物？表示讲，连一般遮好业人、有钱人，伊嘛知影讲友好老母
是得到好名声上好的、上优先的。啊，若安尼，咱敢毋是知影讲，咱毋是学即款模式，是咱知影讲，你的生命会充实，你的生命会圆满，是因为你透过老母的疼，啊，你搁回向倒转去，互你的生命完整。毋知咱台南的兄弟有一个印象无？迄阵我无伫台南吼，伫差不多11、12年前吼，有一张相片啊，人即摆都网络普起哩，啊，听讲足轰动啦，吼，就是伫台南的基美病院，吼，台南的基美病院，有一个退休的咱调查局的人员啊，姓丁吼，啊，伊呢为着要照顾伊的老母，提早退休啦，啊，伊这老母已经足软正，啊，坐轮椅也坐袂调。伊规气吼，摕一条大条布巾，甲老母爱的，甲抱伫胸前安尼，好似就老母咧抱囝，啊，即摆换囝咧抱老母安尼，啊，所以迄张相片一个互人翕到吼，啊，搭伫迄个 FB 内底，啊，讲伊安尼足细腻、足耐心，啊，伫照顾老母的即个画面，互人足幸福，互人足感动着对。啊，所以人家伊号做讲叫做孝行哥啦，孝顺哥安尼吼。啊，迄是2012年发生的代志安尼。啊，迄张相片呢，伫网络底个还佫找着，是呢。迄个情景，互人安尼感觉啊，即个画面就是世间上水的画面啦，就是世间上水的画面。因为一条花布巾啊，派伫身躯。啊，伫遐要听候要看诊的款，啊，老母已经瘦甲软正，啊，哇，无几十公斤啦吼，啊，所以即个囝干脆用爱揽的较好，较规气安尼。啊，这是伊伫咧坐电梯的迄个影像翕起来。兄弟姊妹，孝顺友好，毋是咧用表演的，也毋是咧讲互人比较啥较友好。咱讲有一位上伟大的老母，就是你的老母。事实同款，你的友好毋通甲人比较。吼，我老母包偌济红包，啊，我变较济无必要。是呢，老母的心有感动上介重要。兄弟姊妹，咱搁较讲，顶礼拜咱有咧讲啊，偏心轻婚，也是讲有父母有歹的行为，会成做一个影响，互囝儿孙去对。啊，所以就变歹的，因咧后代，比如讲啊，爱食酒的，吼，啊爱跋筊的，有时囝儿孙会安尼，啊家暴的拢会安尼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咧，孝顺的照着印痕的现象，你友好，你会互你的囝孙也共款友好，啊这是真奇妙的传承啦。啊，所以一个敬虔的老母，伊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是大到互你想袂到，因为你。是一个敬虔的老母，你会带来这个家庭，亲像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咱定定咧讲家世，也是用家声家声啦吼。这个台语毋知怎讲，就是讲这个家庭安尼有真水的家庭的传统。咱用对基督徒来讲，敬畏上帝就是上水的家声，就是上水的这个形象。兄弟姊妹，愿咱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对遮来领受到对老母的疼所带来恩典。上帝为着要互世间人知影伊安怎疼咱，所以伊就派上水的大使天使，咱的老母来到咱中间。兄弟姊妹，咱做老母的，你毋免烦恼。咱常常伫信仰中，咱嘛咧讲啊，咱你我大家拢是平凡的人，有软弱，有真多的缺点呢。但是你免烦恼，当你做老母的时阵，上帝会甲你即个水的形象拢互你，迄个超能力拢互你，迄个耐心啊，迄个温柔拢出来啊。迄毋是人会当做的，上帝互你的。同款意思，咱。诚做囝儿的，你对世大人的疼，毋只干那是对上帝的诫命来听，是你要成就一个完美的人生、上美好的付出。你任何付出拢真好，但是毋达到你对老母、父母的友好的付出。这是上帝互咱一个奇妙的循环。愿主
通过咱今仔日在庆祝母亲节，你用什么款的心意来表达对老母的疼，拢无共款。但是老母会当对你感受到，伊予你的疼，你甲疼回向倒转去，这是上美好母亲节的礼物。我有看到咱真侪兄弟，伫母亲节进前传一张小小的图片，写讲一句话，伊讲老母送互我上好的礼物生日的礼物是啥物？伊讲就是我这条性命，我这条性命，因为这个性命到今日我还咧用啊，这个礼物我还咧用，就是讲主我的老母互我性命，这个性命我今日还伫咧，这个是上美好的礼物。愿所有的妈妈，拢经历上帝予你迄个超能力、迄个恩典、迄个神热技术伫你的身上，因为上帝将这个责任、将这个天命予你，你会当做超过一般的人所会当做的事，这是上美好恩典。但是，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唱诗歌，准备来为着这病痛中的兄弟，也是讲你需要心内的平安看路来得到透放。而且今仔日咱要邀请，若是你感觉讲，我要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老母，诚做家庭祝福的出口，你嘛当来头前。咱请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咱的这个代祷团队搁敬拜团来准备，咱先来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通过纪念老母的疼，事实就是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你有这个家庭的组织，父母伫阮的中间，互阮对细汉开始就经历着世间上美好的疼。这个疼毋是人所做会到的，是上帝开力。主感谢你，赏赐阮一位疼阮的老母，也是阮本身是做老母的，经历了迄个上帝你互阮迄个无限的开力，是因为上帝你将迄个特殊的能力赏赐伫老母的身上。感谢你，阮要对老母献上感恩。也要对上帝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你美好的安排。感谢主，互阮趁时间也有，阮好好用孝敬、用祝福老母、父母的心情，来完成上帝互阮的召命，以及成就阮生命的丰盛。感谢你将这款的疼赏赐阮，我要通过祝福的祈祷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甲医治。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即摆咱要请咱的敬拜同工来准备，咱来吟修《使我自由》这条诗歌。伫咧祈祷吟诗的时阵，咱就免客气，楼顶楼骹。咱兄弟姊妹，你有肉体病痛需要医治，也是讲你亲人需要来倒的，拢会来到头前。你系做妈妈要受祝福的来到头前。咱请兄弟姊妹。咱的小组长、咱的代祷团队以及咱的长老准备心来做服侍。咱开始吟一面唱，咱一面就到头前来。使我自由。请你来到我的生命，赶出我生活中。演客气来到头前哦。赶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伫楼顶的拢免客气，若无往边坐头前嘛袂要紧，来免客气到主的面前，上帝要医治你，上帝恩典到你地底。落苦当当，主的心话。长老身份的、牧者身份拢会使来做服侍，搁一遍。请你来，要受祈祷的排第一排因为咱无穿背心毋知影送要受服侍，所以要受服侍就排伫第一排，排第一排。咱请服侍同工、长老、小组长、代祷团队，咱有在座的牧者来当来做个祝福。你的倒位，就你做妈妈的要受祝福，嘛当来头前咱等下若无够服侍者，会当一个服侍两位
咱小组长，咱同工拢到头前。咱搁一遍，大家接下来唱。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大家备班。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挂出我生活中的忧愁。要受祝福的兄弟，妈妈拢免客气，到头前。做伙接下来唱。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担当，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音乐继续，咱开始做服侍。若有人还未服侍到，请你备班，心内祈祷，愿上帝将恩典赏赐予你。咱要受主的恩典甲疼痛来做服侍，吼，感谢主。细声来唱，哈利路亚，感谢主。若有还无服侍到的，咱搁等一下，举手一下吼。咱这里座位的兄弟，你也别烦心，你家己为着家己祈祷，为着你疼的亲人来祈祷，有病痛艰苦的，为着因来祝福祈祷。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有人还未服侍到，咱下一个手吼。赐我自由的心啊，请同工注意看，还有人无服侍到的吼。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挂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挂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劳苦担当，主的心话，予我自由。音乐继续，兄弟姊妹，咱在座的也伫头前，咱甲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牧师奉主的名来祝福，也伫线顶的兄弟也同款，你放伫家己的心上，愿主的医治甲透放拢临到伫咱中间。主我的上帝，你知影我有软弱，因为阮是活伫有罪的世界，我有困难，有病痛，有心内的烦恼甲忧闷，阮要伫你面前谦卑恳求，是让阮勇敢行到头前，表达阮心内的渴慕。主啊，你来透放阮肉体的病痛甲艰苦，互阮知影有主你的医治，你是大医生。主耶稣有应允，你受鞭拍，阮要得到医治；你受苦，阮要得到平安。所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徛伫头前，也是座位中间伫线顶的兄弟。主啊，阮心内对你的祈祷甲哀叫。上帝，你亲自应允伫阮的身上，互阮见证，主你是活我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透放的主，你是大权力的上帝。彼上帝，
因为主有应允，若靠信心，阮就要得到医治。所以医治毋是形式，医治是阮的信心，是阮对信心得到的恩典。我要赢过阮家己所想的教会。愿主的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徛伫头前兄弟姊妹。我也为着妈妈祈祷，每一个老母有所主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主你享受的信心甲交托。吼，每一个老母伫母亲节时阵，享受到上水上美好迄个喜乐甲平安。愿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拍奥多主，哈利路亚，唱回座，大家请回座，感谢主。兄弟姊妹，咱甲时间来到咱的聚会，咱奉献了后，咱要先对妈妈来祝福，吼，对妈妈来祝福。所以呢，咱请咱的侍奉同工准备，吼，咱要来送小礼物，互咱的做妈妈的。咱甲时间来到，吼，咱准备要先做奉献。这时咱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行嘅我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你所救赎，报答我主。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这时阵吼，咱的中级代表要来对每一个妈妈来表示咱来祝福。所以请所有妈妈拢站起来一个好无？站起来，咱用热烈的拍声，把这个妈妈鼓励一下。来，感谢主。咱的中级也要分一个小小的礼券，互你吼，来祝福你妈妈节快乐。摕到的时阵就坐落去啊，摕到是坐落去就知影送有摕到，送无摕到吼。来，请坐啊！摕到时就坐吼。好，咱唔通客气哦，做妈妈的吼，迄唔是做妈妈，你也歹势摕啦。所以吼，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傅顺续做报告吼。咱一面听报告，摕到才坐落后吼，较知影送有无摕到。来，咱请师傅来报告。互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金句。诗篇139篇23到24节，来一起来，预备来。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试验我，在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
带我行永远的路。诗篇139篇23到24节。好，来，咱即摆来看周报。后礼拜书会是杨中和技师，其他的服侍同工请家己来注意。个人奉献的明细伫第7页，若是有毋对的所在，请找财务部的同工。今仔日是国际母亲节，咱教会有全家福的拍照服务。你若是还未翕相的，请尽量利用哈。那个，我讲一下国语哈。一楼的那个除了相框那个门框比较脆弱以外，那个有一个 LV 的卡网有无？迄会使摕起来翕相。起来翕。还有 MOM 那个妈妈的那个3个方块，那个也可以拿起来。道具也可以用。那个是可以用的，唔好客气哈。好，第4点，后礼拜5月19是圣灵降临节，咱教会举行圣礼典，举行圣餐礼拜，请兄弟备办心，来教会同享甲纪念上帝救赎的恩典。迄天下晡是圣神降临节全球奋兴祈祷会，对2点到5点伫中英大学体育馆会举行即个特会。时间牧师小等会补充报告吼。啊，第8点，大岛团要出版第2集的见证集，也是伫即几年中间，你有生命的真大的改变。要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甲慈爱，请大家会使来写稿，踊跃投稿。征稿的方式，再请你们看一下，会使寄予教会，也是团长，也是我，拢会使 email 伫周报顶头。啊，第9点，交通团队的报告，即摆不只是汽车，乌多摆嘛爱登记吼，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登记的方式有3个，头一种是伫1楼的公布栏，第2种是扫 QR code， 第3种是直接去办公室登记，安尼都会使啊。其他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谢谢。我来介绍，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叫做陈玉旭甲曾凯婷，有伫咱中间无？来，请徛起来，阮甲你欢迎，来，欢迎恁哈，好，欢迎哈，欢迎。有摕到礼物啦吼，好，欢迎哈，欢迎来参加咱的聚会，咱人客安尼足好来坐伫头前，安尼真好，咱较侪人来鼓励。搁一项拄则可能咱小朋友上花咱唔知影今日妈妈出席较济啦，摕无到的，所以今日妈妈就是你有一个红包，搁一年一束花，若无摕到，赶紧来找咱的卫鹏长老也是正举手一个，赶紧保护你，送无摕到，送无摕到，来好，牧师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啦拄则咱3年执事已经有报告了，就是咱的今仔日趁机会全家出席，也是讲家庭。咱有伫3楼一个翕相的所在，搁一个1楼有翕相的所在。3年执事特别鼓励讲，迄内底足侪道具，道具你甲摕起来用，你毋知感觉讲足温馨啦你若摕到相片，你会记得讲今年是几年？无牧师的厝分啊张，毋知倒一年翕的。就看较少年的，就是较早翕的安尼会当注明你第几年，你收集看偌侪张就对啦这是咱福阳教会特别的恩典别个教会无安尼呢，咱逐年拢有一个感恩的家庭相片这点请大家来配合。咱会记得爱登记啦，你爱登记才会洗张相片互你，若无你是家己下载电子档啦定，你要讨到迄个实体的照片，你都要登记起哩，发用 QR code， 也是讲要伫楼骹签名来，我先用这个图片来讲，无咱搁来补充咱圣神降临节后礼拜，
早起是圣餐，照正常的时间进行。咱写小会员爱准备圣餐。啊，咱下晡吼，咱拢总有100位啦，有100位要参加即个下晡伫2点开始，伫即个中英大学吼，中英大学的即个体育馆。啊，咱报名了统计了吼，满足顶头甲我讲差不多有30几位吼，毋是无啊？人数，唔要紧，即马牧师先讲，要参加复赛，有30几位的兄弟要复赛，你爱伫1点半以前到，1点半以前到。啊，咱要坐巴士吼，可能1点就爱出门，因为有的是要复赛的嘛。啊，所以遮个无复赛，你若要坐巴士，有对即只车就对啦。啊，剩咧家己开车的，你准时到就会使啊。安尼听有吼？要复赛，要参加招台复赛，有30几位的兄弟，请你会记得1点半到会场。啊，其他的兄弟你家己去的，要做礼拜2点到就会使。但是你若是对巴士的，你都爱提早啊，对咱先出门就对。啊，因为迄个中昼吼，中昼顿爱家己解决，因为袂赴通去准备哦吼，袂赴通甲你款。啊，你著先落去楼骹食咱的爱心午餐就对啦吼。啊，咱周报会阁报一遍，袂要紧。后礼拜正式的周报阁报一届，要安怎坐车？咱后礼拜三咱开始爱付吼，请注意准备就对吼。啊，第二个就是讲，请党工帮我一下，按不下去。来，是嘞。25号，5月25有一出金花的戏剧是福音戏，啊，要伫咱遮表演，下晡3点半，吼，下晡3点半。25号拜六下晡3点半。啊，咱鼓励，咱有真侪单位讲要配合来看，比方上年也要参加，啊，音乐班嘛要参加，书画班嘛要参加。所以要是兄弟姊妹，你咱招朋友啦，厝边的朋友就是无队友安尼来看即出感动的戏剧，啊，伫咱教会这舞台要来演出吼，3点半吼。啊，你若会当讲，阮有要参加报名一个嘛是足好，因为因主办单位吼要准备有奖征答较方便安尼。3点半，啊3点就爱入场啊，较袂乱哦吼。5月25拜六下晡3点半开始表演，差不多点外钟，啊，咱3点就开始开放入座吼入位安尼。啊，过来礼拜日吼，同即个剧团礼拜日，咱的礼拜中间嘛要演出一出啊，叫做阿公这的故事啦，阿公这的故事。啊，咱就照咱的礼拜，但是呢，因为伊的戏剧袂当像牧师爱讲2场嘛吼，所以要演1场尔。所以咱要用9点带来做礼拜，像咱有够偌济安尼，啊，演伊刷落去，吼，一直刷落去就对。好，那头前要有先演戏，然后来分享见证，啊，到最后奉献，啊，作为结束。啊，所以若啥第2场的兄弟爱较早来，啊，第1场的毋免较早，9点准时到就会使安尼吼。过来吼是即个爱提早报告，即2位吼是潘敬忠牧师甲吕志荣牧师。咱教会为着要庆祝50周年吼，啊，今年来办一个大型的培灵会，请即2位安尼有温顺的牧者要来甲咱培灵吼。啊，牧师报告一下，恁先来先准备哦吼，因为额外的时间就对啦。啊，这是因新起的整理的礼拜堂真水吼，是一栋大楼，哇，一间迄个新的建筑物，啊是伫嘉义的荣美教会。潘敬忠牧师甲李志荣牧师要来咱培灵，注意看这个时间，咱周报嘛有写，主题叫做“点到生命，领受复兴突破”，是这2位牧师。啊，有4场的培灵会，请大家时间记好好哦。望是专听的，因为迄有一个连贯的，有一个连贯的吼。6月21拜5，啊，6月22拜6，拢是暗时7点50。啊，个礼拜日2场，拢总4场的培灵会，啊，大家记起来哦吼。所以意思讲，我拜5、拜6这2暗的时间吼，唔通去应酬，唔通去佚佗，一定要来参加，因为你是50周年的同工啊，我来听来培灵啊，来祝福啊。啊，所以呢，啊，拜6大家较无习惯，因为拜5咱本来就有祈祷会，所以大家来吼较容易来。拜6迄天暗时，咱圣歌队嘛爱排别的时间练歌，所以一定吼拜
就是伫拜六、22，啊，搁23两场礼拜拢来参加吼，欢迎咱大家。搁有两场的迄个造就会，就是拜六两场造就会。第一场造就会是早起的10点到12点，是咱中级小组长、事奉团队的同工，即核心同工吼，来参加造就。当然，若有兄弟讲，我嘛是同工，我也要造就，你就甲咱的同工报名，因为咱要先做一个叫做人格测验。测验了知影你甚物款的特质，要甲你勉励吼啊，所以咱会事前先作业啊，所以爱先报名。即中级小组长参加，才来报一个名，通好互你做实体的测验咯吼。啊，搁下晡是青少年的烈火特会，啊，所以咱要针对青少年吼，甲基田的牧区大家做伙参与，啊，所以这个时间是咱庆祝50周年的起始啊，开始吼，开始的第一炮哦，大家踊跃来参加。过来，咱拄只祈祷的树征稿哦，请大家甲感动写起来。啊，你若袂晓写，你用咱甲咱报名，人甲你录音，啊是人甲你访问，啊甲你写起来。就是讲我有感动啊，我写无啊，你讲互才会写的人听吼，才会同工听。过来是咱主持人夏令营，甲时间记落来吼，7月18到21号，7月18到21号是全日的哦吼。咱甲咱的时间藏落来，也是咱招咱厝边的囡仔，准备这3、4天、3天半就对来参加，啊，做伙来领受囡仔的祝福。啊，这个主题叫做我是 EQ 小主人吼，我是 EQ 小主人。好，啊，其他的消息就是管弦乐团要招生吼，南洋盲个乐团搁较盛大。啊，咱若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训练的青少年，也是请这，咱来报名，咱7月开始要操练吼。好，除了这个消息以外，伫周报内底有一两项我来补充吼，就是咱要伫6月16要举行文都学校结业的分享会，啊，咱请这个文都学校的第一、第2的课程的兄弟，大家爱留来参加。佮另外邀请咱的小会员也准备心来参加吼。佮另外咱恭喜教会的银萍姐妹的查某囝周彩文姐妹甲汪炳汉弟兄要伫5月25拜六早起9点半伫咱本会来举行婚礼，啊，咱甲伊祝福，啊，愿主赐福因。另外，咱补充报告就是讲，咱本会陈主监执事伊的老母妈妈吼，陈朱秀美老姊妹，伫5月初9安息别逝，享受85岁，已经伫昨昏先举行入墓，啊，个别式的时间，昨昏有听到讲要伫5月20，吼，5月20早起，吼。早起应该是8点半左右，吼，要伫殡仪馆来举行。咱也为着之间执事的家庭祈祷，因为伊的家庭娘家吼无信主，但是咱犹原为着因祈祷。另外，咱为着严恒清弟兄所主办的这个太北宣教吼，那兄弟有感动，咱会当做一时的奉献，也是讲要认养这个阻碍之家的囡仔吼，一口200块，啊，你有几口、5口、6口、10口拢会使吼。另外呢，甲咱保险吼，今仔日咱无真济，啊，咱大家拢准备要甲妈妈庆祝吃大餐啦吼，啊，所以咱爱心午餐就较客气的，先暂时暂停安尼吼，啊，咱大家吼去外面食好食的就对啦吼，毋是咱的无好食，是恁家己拣的上好食哈。好，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啊，咱准备来做结束。上营会将请起立，吟圣诗400首，吟诗煞请下牧师来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我水，地无母哦暗暝看起主的光。撒个来领受你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恩带保守，甲所有的妈妈三甲同在，守住因快乐、信心、恩典，
真侪福音甲祝福的出口，也恩典祝福伫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咱绿岛闭会请坐。